平台就是常看平台这个网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朝的数字电视啊。那么从今朝开始啊，就为大家推出一部全新的书目，叫《半生缘》。那是民国年间最负盛名的海上女作家张爱玲作品当中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首次把它拍成电影、电视剧。上海平台团呢大胆创新，首开先有尝试拿平台的形式来表现一部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海泡文化特色和张氏作品特有的写字情怀，贴切而传神。搿平台半生缘辣辣2014年首度亮相响应博罗林剧场之上海往事系列演出季，随得新来书迷的追捧。咁接下来呢，正式开场着。故事发生了30年代的上海石口门、祥和里、六岸、公交马上全开摇饭着。有个男士熟了，课堂间里向手舞足蹈，你是啥人呢？请听半生缘第一集热语抽神的第一位拍板。这个男人叫周洪才，今年35岁，浙江宁波人。虽然在上海10几年啊，但是一口宁波话随便哪改不脱。还结识得知上海交易场里向做子生意啊，一经不顺。自从认得知布厂里向的王老板之后啊，生意得有点起色着，慢慢接了往走上坡路。丁丁让你心里向感激的是王老板自从领有新婚之后，努力自家啊，奔到个老情人公美路让不了自家，那是不得了。奔到就对个路路随意三差。相当欢喜，一经不机会呀！你现在王老板随家一放水，你马上接盘。打露露喝子之后，可是非说露露手头有帮夫人讲，自家的生意叫真正实上今非昔比。今朝刚一开始，因为个露露一口答应肯嫁不了自家，那是不得了，不断亲的。让给他课堂间里向一得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本到他给他的来年，总归要看露露看好部的面色印子。今朝，哎哟，那是团亲家样子。为啥么？留下来我就是给他个大女婿这样。各位，今天呢，要来东此地的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露露刚刚同意嘞，就要嫁给我嘞，阿拉马上就要结婚嘞！啥？真正听见这个消息，对阿姐妈妈，你还搞不了眼睛门里实干出去的男人啊？不可能吧？为民，但是为就两高头难点我看我对那毛，哎呦啥个路台讲？而是眼睛门里这个写起来像没，不像辰光像老是我男人，也做你叫复杂。要叫你做啥个年头家？我刚没听见这个消息，对囡恩妈妈，露露啊露露啊，你要拿自家的终身托付给实干一个男人啊！你真的昏脱着，你要吃苦头的呀！比狼好武器是气的嘞，眼睛比龙独上一对。做你的露露啊露露，结婚是姑娘家子一生当中顶头的事体，你这个真开心。你也害自家的呀！大家一句闲话才明白，课堂间里逼逼人，现在的空气像凝固起来一样。那么总在该讲，三个地动走走，总得将自家闲话讲出来之后，大家一片掌声啊，几声祝福，几伙开心桩事体。想不到现在上面的浪向冰清浪湿，路上实在不要。哎，对不起来，对露露妈妈，哎，露露啊。你当我讲两句闲话教会，保着点面子呀。那么露露那哈呢？这张面孔红一层白一层，大家的意思蛮清爽。看不起周洪才，不赞成我嫁给你。但是我想的啥，都哪晓得？对总裁看看，啥人叫你先家不等我商量，事实是我来宣布的。现在弄得路上实在不白，哎呀太太，
我面子摆了啥地方？所以哇啦一声。总裁，露露哎，啥人讲过嫁拨侬啊？露露，侬光光明明讲啥个明明后啦？有闲话楼上去讲哎，吃话忙着楼浪向去噻。哎哟，哪这个总裁张面孔十不过54号5不这样呀？那龙发人灰溜溜跟辣后头不认真上楼。大家侪看得眼脱呀。介绍搿个辰光，一个人他开口子。啊，一位大家晓得伐？这个朱先生是有老婆的呀。一直进去吹人浪，大家听见呢，搿个一声声音，好部眼睛都张开来着。啥么子啊？总裁有高举步个。哎哟，这个讲起来，露露挂过去做戏啊！我好部第一个不答应个。妹妹姐，搿个三姑娘讲闲话已经下巴糊涂来个哟，反有老哈说提出，到底好部年纪大，晓得分量个轻重。阿伯，阿伯啥人？给那个三大家，阿是你到屋里向为请得起三大家了。那是露露出动地专门请得来服侍你的，当然屋里向家务事体也做个。哦哟，搿个阿伯倒是个角色，从苏北乡下上来，到上海2、3年子，拼命想做上海人。跟这个大三家们，哎呀，欢喜打扮。大三家都这个香粉们，你洗过来。面孔朗向，啪啪，大三角多脱个神干们，你忙三菜的辰光，推推盘盘，做人朗向，大大三角多脱个健康鱼们，你水朗向不管大了，脚趾头朗向，哎呀，搿10只脚趾头大得来羞羞红，搿么被人家看不见哪呢？啥么擦脚啊？经常到龙塘区的水龙头朗向去打脚，实际上大家侪看得见着。样样侪一话，但是上海话啦，我得来洋泾浜，开出口来嘛，总归是阿姨喂，阿姨喂，阿婆啊，阿伯，阿婆啊，侬刚刚讲搿个总裁有家嘴巴啊？是的啊，是露露讲拨侬听啊？不是的，大小姐们哪能会到我小大家讲呢？搿么是总裁告诉侬啊？哎呀，不是的，朱先生当我讲是有毛病嘞。搿么侬啥地方听得来个呢？我啊，哎，我侬讲呀？我告诉侬哦，侬瞎讲不讲要吃耳光啊！啥个吃耳光啊？本来想他的功了，现在吃啥我们得好着呀。搿么那阿伯下子半日分下出来呢，有道理的。阿伯有个毛病的，欢喜听别讲，外加耳朵也花到门浪向听得来。现在我讲出来吧，一吃跑头；不讲出来，但是我实言伊。这些话实话真，我一分哈是了。阿婆啊，阿伯啊，阿婆，你不要管我啊！侬快点讲呀！我阿婆不会做药的。哪能一桩事体呀？上趟我到大小姐送咖啡，我在她房门口偷听到的。侬么总归得能介哦。我听到大小姐问朱先生，侬啥辰光讨个老婆啊？朱先生讲，这个女人啊，19岁就叫到他家里来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啊？搿种样师傅这样真开心吧？男性的露露真的搞过去做小老婆啊？搿比咱哪弄得清爽？哎，上头2栋白虎，哪不哪弄法哦？来还不问想不通，我再怪这总裁不能真上来之后真放开身体15天嘛，也急个了。露露哎，侬光明明答应嫁拨我嘛？哪是眼睛有啥不承认的呢？不说心的啦，露露啊！总裁，啥人讲过要嫁拨侬啊？侬侬好笑个！那现在彻底不认账这样，也急个啦！哎呀，露露听见个啥露露嘛，这个单位看的，好像不断边浪向门上人不龙鱼看个味道呀！哎呀呀，
喂，总裁，露露哎，侬一做上海人，哦，啥去讲宁波闲话啦？我出气个。也是快要结婚时要学方言的了，真正不容易。难去，哈，我讲上海话啊。露露啊，一个人天地良心了，哪能？我待侬真的是挖心挖肺了，侬不要讲。就是讲搿些辰光，这个王老板侬讲啥？不许侬的王家里。哎呦，也是讲坐得里去眼里向去只要。哦，我不讲。搿么露露啥体后呢？有道理个。做子妇女十来点年数了，身不边，有结婚男人回来里走，我懂个。侪因为我年纪轻，有几分知识，所以顶来子我不放。我购买路，为子赚钞票，为子养家糊口，我一个搭里都赚钱，我是强颜欢笑。虽然碰上个王老板，连3岁屋里向有高级户，但是你对我下手不从。该搭上屋里落啊，也随时里75根线王顶下来的。我不想做人家太太，我只想你一家人家能够衣食富裕，我算小天子。但是啥人想得到，个王老板摆了只狐狸精，我给他随之分来些，为奴我像么子一样送不是总裁，当我啥么子？王家里不是人。咦，露露哎，侬不是讲不许提嘛？我高兴地算第一。好，侬提啊！搿王家里侬不许提。马门绝对马门，好，我不提，侬提。男人不背个是好的。哎，露露哎，侬搿句闲话不对了。男人我也是男人啊，我对侬挖心挖肺，我是好人哎。侬啊，我好人哎，不是么事。我好人啦。王家的眼睛瞎脱了。是呀。看中丽娜这只小妖怪。不错了。丽娜，侬认得个呀？我晓得个。面孔像汤姆斯，水泡眼，他不头，嘴巴大的，大饼口有黄色。哎呀，这种女人好带出去啊！你也不怕推台，不怕推台哦。一听没难口呢，侬个丽娜讲得来一无是处。虽然丽娜个三姑娘搿张面孔不算标致，但是三有面孔，白白净净个皮肤，蛮讨人欢喜个样。眼睛不大，单凤眼，花颜色，还蛮迷人个哟。不断不干么，肉珠珠，来得个有气。搿张嘴是有点大，但别个那大饼黄色，搿也够气势了。晓得该，心里向有气，嘴嘴狼皮呢。搿么娘娘开心点是伐？拍马屁，好不好点？露露哎，哪能？侬讲得一点不错了。搿丽娜收东西了，搿阿拉露哪能好比呢？勿好比个啦。就这别个买个年纪轻，对勿啦？侬讲啥？年纪轻呀，对勿啦？伊年纪轻，哎，我老了是伐？哎呦，4块闲话就讲错头。露露哎，我勿是搿个意思，我勿是搿个意思啦。哪能啦？我是讲小姑娘年纪轻没用腔个啦，没味道个啦，大脚骨搭，勿像了露露啦。搿张面孔是好看得勿得了啦。面孔浪向没缺点了，三个月宫里向长个下饭。侬不要讲，就是讲侬今朝发脾气了，搿是看上去还是别有风情。就不要放弃，年纪轻没用腔个啦。想不了，搿两句闲话到底是拍我马屁呢，还是我真的来着？脑袋心不定这样，眼睛勾在手掌那边了，身体受定嘛，对镜子里向来老看。哎呀，不看这些，一看伤心。自家面孔上的皮肤已经看不出来着，不了黑的一层粉抓没脱着。两个闷闷和微绿绿的面嘛，血胖到红的唇角像血上浪滴下来着。正所谓浓妆艳抹，虽然这样打扮，但是眼角边浪向的鱼尾纹还是隐隐约约看得出来。唉，我来着，我真的来着。其实购买了。
最26岁。现在讲起来，鲜花怒放的年纪，但是你呢，吃醉穿衣，日夜颠倒，看上去骨质的开始显了，眼睛露出呀香粉的面孔浪向辣辣大，唇干们拼命辣辣嘴唇浪向辣辣大。总裁，最大露露杯，看见镜子里向的露露，一个才是家人。假使下趟能够有这样一个女人跟那个飞狼去出去谈生意，可是几乎有面子啊！所以两只手往里肩高浪向一搭，好像了自言自语，也好像了安慰里。这王老板有所了不起了，就是现在有点懂地了，既好爱好，三心两意，各种男人啊，退别。嘿，露露啊，侬放心啊，侬放心，只要侬嫁给我，侬嫁给我总裁以后了，我一定会好好叫宝贝侬哦，侬定心。下趟少人欺负侬了，我要搭起拼命，哎！听见搿番闲话，虽然会停下来这样，对镜子里向的男人辣辣看，我好像不认得例子。别人讲是搿个男人想起来像马，不像懒虫。我现在看你搿张面孔，也像马，也像懒虫，真的可想得极。总裁，我认得你几个日子，我晓得你欢喜我，但是我对你好来好去，你呢总归鸡毛当令箭。自从王老板拿我派去以后，你还是一心一意的对我好。今朝能够讲出这样一番男人味道的闲话，所以露露对总裁的印象，对你的以后改善之几分。你面孔浪向一丝微小的变化，哪能达得个总裁两只眼睛哦？好说出你当天，露露哎，侬放心啊，只要能留下来嫁给我，我一定会得挖心挖肺对侬好，好好教育宝贝侬来。门开一惊啊，想趁虚而入，不是个便当。哼，嫁给侬，嫁给我哎！阿拉条件没谈好，哪能嫁给侬啊？这有什么条件了？哪能没条件啊？什么条件了？我随随便便跟侬啊！根本侬要哪能呢？我要结婚。结婚是结婚啊！好呀，同我结婚呢？结婚？侬讲哪能结婚？哪能结么？侬讲呀！侬讲呢？侬讲呀！要我讲？要我讲便当。哪能？跟我个人实实歪歪的，蛮便当，蛮简单。我辣上海没亲眷的，是了。阿拉一结婚以后，团团圆圆一家人吃顿团圆饭，见一个礼，我叫一声阿母，叫一声阿娘。从今往后，侬的长辈就是我长辈，哎，侬的弟弟妹妹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不是蛮好嘛？呸！总裁，哪能啦？我晓得的。侬心里是看不起我这个妇女的。一天天良心，我们哪看不起的？我只不过听黑布朗讲，你这个女人有帮夫运，我想事业上想帮我一把。哎呀，这个啦，露露哎，给我哪能会看侬不起你，对吧？侬是看不起我的。我不是看侬不起啦，我也没瞒过侬啦。侬是晓得的啦，我是想下头有。侬有老婆的。所以呢，我不好懂。所以侬不能当我结婚的。就是个相貌啦。总裁，侬哪讲得出来的？随随便便吃顿饭，侬是看不起我，我晓得的。我哪能看侬不起？我看清爽侬了。结婚，两是你需要的，你别看是心扉非门开。
妹妹，杨家后看我身带，真是难做人来做人难。闻见风人非我女，心中无数千百位，我够美喽。越说越恨，要请拉开吹气，奴才把香烟嘛吹出一支支拉一海。不知呢，一是气了，两只手也是对呀。搿自来火随便那哈，地不要。总裁动作可不结快，要将自来火落到水里向。来，我来，嚓！一只手摆身浪打里啪啪，来。哎呀，不要气，没受气的啊！想不得，一想到就跑了个公庙路，今朝为止结婚2个字，看得是硬松，真心气，不舍得。搿不是讲，那个闲话，硬上还不硬上，硬上不能不硬上，今朝用硬功。露露，侬放心啊，不要气，气坏身体不噶算个啊！有我总裁。不会不能吃苦，搿能好伐？明朝一道到朝香馆去，我到侬娘家头拍一套结婚照。总裁，结婚照拍好以后呢，过了外头别人家看见晓得嘞，阿拉两家头结婚嘞，是了，侬就是我老娘，我就是那个老公，好不好啊？我问开老紧哦。哪能啦？一套照片呀，结婚照10几个铜钿呀，侬骗小囡啊侬走吧侬！要是靠人子哪骗得过理呢？一节么心里话出来着。露露哎呀，我也叫没办法啦，侬晓得个啦。我想我有老人个啦，万一事体弄头了，不然就晓得以后，搿是法院里向一告，我就要吃官司。我吃官司，侬到了外头又受苦了，我要勿舍得个，我要勿舍得个啦，我啊！侬多别吃啊！搿2句闲话。但是你个心里闲话，这个我有心来解决你。好，我有办法。侬办法，侬讲，啥办法？侬我侬一刀两断。我们是一个没老婆的结婚，侬们好滚来！露露今朝啦，侬勿答应我打啥勿走个？哪能？侬滑稽伐？一定要嫁拨我。老婆个，为叫我嫁拨侬啊？侬搞笑伐侬啊？就是要嫁拨我嘛，真的？真的。好。侬答应我桩事体。谈条件嘞。好，露露侬讲。今朝要讲一桩条件，10桩100桩答应侬。好。侬讲。侬到宁波乡下。打侬老婆。离婚。好吧，侬讲侬答应的呀？我个好露露哪能啦？我叫侬阿姆了啦。侬讲个呀，10张100张侬答应我
我个？其他事体10桩、100桩、1000桩、1万桩答应侬也不要紧，就是搿桩事体我答应不落个啦。哪能不好答应了侬？露露哎，我有道理个啦。啥个道理啦？我讲出来嘛，侬就晓得了啦。侬讲呀？我个露露哎。嘿，我19岁，奉子父母之命，他家婆。他一个下无女人，家子师傅。妈妈山上侬扶起来走。今世本来就不定好，我是爷爷儿子，他偏生个女，我是一气之下离人不来到上海弄生意走，所以我不想回转家乡个去，我心里想不个家子不，露露哎，侬大人大量啦。这个乡下女人结留在乡下没无妨碍，谁是高兴等于个风，我心里想只有那个美路，我当那王母娘娘是错不多，所以离婚两是你须提起，我个哈喽喽，我个亲喽喽，心肝八百，我个狗美喽，为王此事也牛两露露哎，我给想我老娘啦，19岁就嫁过我来，嫁过来就好年少。我嫁起来等了屋里个情况不满3个月了，每个月同地几多几少，几毫不愿意。照样一门心思服侍小人，照顾老人啊。其做到搿项目来，我还打算离婚，我讲不出个啦。亲戚朋友晓得以后要抹杀我了，默默不压人啦，对吧，露露啊？啊，说我们这个女的啊，你看啊，哪是留下来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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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了个麻油，这个人叫有的那个，所以牙齿眼睛嘛，今朝准备吃饱的。哎，露露呢？非得分动气，非要对你总裁鱼子的哈过，这样看上去，这个男人得有良心的。假使你真的听从我的闲话，到乡下头去，但都告诉我离婚了，我跟梅露也绝对不会搞不离的。因为你对你告诉我为什么将来我搞不子呢？你也会弄我拍撇脱的呀。我是事实里的，想不到你当真在好得这样样子。露露哎，侬不要喊我，侬不要喊我啦！总裁，这错不啦？侬像个男人哦，侬牙齿鼓着鼓回头哦，侬好极了。露露哎，侬不要等我了啦！我晓得个啦，侬心里不开心，我也叫没办法啦。我没瞒过侬啦，我想我有老人，侬也晓得个。露露哎，侬不要动起来啊！不要动起来。口里不响，哎呀，看上去今朝讲的。要让我决心要当我一刀两断，搿桩事体总归讲透了讲透。其实够美了，又说不出个认同。组织妇女什么的年数，
辣搿个圈子里向还已经有点名气着。我为之赚钞票，为之养家糊口，我做之结结规规自家不愿意做的事体。辣搿个风雨的圈子里向，我过的是啥个日脚？吃嘴脆，日夜颠倒，不知为啥。搿2日天经常瞌睡，而且发现袋里向有血。我晓得我高美路再吃搿行饭已经力不从心着，所以我必须寻一条后路。也就是说，趁我高美路现在看上去为风情万种的辰光，赶快寻个把男人嫁脱，能够养下身体，能够洗家门，能够安逸逸、太太平平、衣食富裕过日脚。也想寻个把真正经经的男人是不可能的。那么哪位是一种总裁呢？总裁虽然哈适，但是哩辣复杂这个圈子里向，辰光并不长。对我购买了个底线，不是前部连脚，也就是说，我要趁你不前部连脚我底线的情况下，我带你结婚。再说，这个生意真真实实，本来跟那是黄老板做，现在虽然是黄老板门前着。看样子啦，会越来越好。我搞不子力了，你一家门可以享福着，我还养下身体。假使我肚皮生气，帮你养个把儿子，搿是我辣里头做家的地位最难过着。高美路嫁给了总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觉得我背点阿里不里，叫你帮我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我管理也有来步不来步，我随着你上面了名正言顺的家主，下下头的黄脸部，不是我对手。总裁，露露哎，好啊，侬有骨气哦，侬像个男人，侬啊是不能离婚的。哦，我承认侬，好吧？那当我讲起道理来着讲。心里想得蛮开心。哎呀，露露哎，侬讲的是真心闲话啊！是呀。哎哟，我个亲露露哎，侬妹，哪能？侬不要得意啊！哪能啦？我闲话分讲完了。跟侬讲呢？侬不能离婚。好的。那么第二条路，还有一条路。是呀。侬讲。侬答我。我答侬哎。结束了，拜拜，侬好走了。那么我叫上侬露露，哪能？今朝我王师王来。啥体啊？侬既然搿项目讲，我要带侬举下来了。哎，侬啥体了侬？侬给我举下来，我过美路一辈子不睬侬，侬起来呀侬！男儿膝下有黄金，侬不懂啊侬？侬起来呀侬！我不是带侬举。侬起来呀！我拍拍子了哦。快点起来呀侬！露露哎，侬弄错了啦。我不是要带侬举下来救侬女人，搿种男人没出息的。今朝我举要举，我举下来，我要向侬求婚啦！侬干啥？我带侬求婚哎！侬带我求婚啊？求婚哎！侬不怕送婚啊？送婚我不怕。侬不怕啊？不怕。侬不怕？我怕的。侬怕么哪能？侬走吧，侬走吧。我不走一个。哪能啊？要走一道走。啥意思啊？啥意思啦？我想好了啊，一道到外头，大夫规定就是办酒宴举行婚礼。真啊？真的。侬是真心的？回天口标了。侬讨我做老婆啊？讨侬做老娘啊？我要是婚书。哎，不是婚书啊，当然婚书了。侬养我一辈子啊？养侬一辈子、2辈子、3辈子啊！养我一家门。一家门好重要。考题。拍板就拍板。好，露露开心啊！定心丸吃哈！哎，老子两高头不想谈婚礼，再过谈生意这个。等到两高头热火10天，商量至半日天嘛，总裁说上头里搿只水肚皮上一亲，哎呦！洪仔。哎，露露哎。侬啥体啊？我肚皮痛啊？不是肚皮痛。侬啥体啦？我肚皮饿了。肚皮饿侬讲呀？公子们哪能呢？来我吃饭呀？我没吃饭。哎，可以不啦？这戆大啊侬！哪能啦？侬现在是顾家的大女婿了呀？哦，走呀！我是女婿，好去吃个。戆大走呀！来，
来猜侬啊！我懂，我来猜侬啊！我来猜侬来，吃饭去来吃饭来吃饭去来。